好，我係梁雅蕾。今日嚟到第14節，我哋會講《陽明經》嘅青旅實業第30至到第36條。第30條係百合地黃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百合同埋生地黃。佢嘅辯證要點就會係百合病口苦、小便赤同埋脈微數者。第31條係百合雞子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百合同埋雞子黃。佢嘅辯證要點係百合病裡虛熱而胃虛弱者。第32條係百合知母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百合同埋知母。佢嘅辯證要點就會係裡虛熱兼心煩者。第33條係百合滑石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百合同埋滑石。佢嘅辯證要點係百合病有明顯裡熱者。第34條係滑石代謝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百合、滑石、代謝石。佢嘅辯證要點係百合病有虛熱而便溏者。第35條係當歸貝母苦參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當歸、貝母、苦參。佢嘅辯證要點就會係小便灼痛、淋溺者。第36條係桃核承氣湯，佢係調胃承氣湯加桂枝同埋桃仁。佢嘅方劑組成就會係桂枝、桃仁、大黃、芒硝、赤甘草。而佢嘅辯證要點就會係調胃承氣湯症，再加腹痛有定處、氣上沖者。